啊，你安尼足无礼貌的，阮班上高算球的就是查某的。来啊，PK！不是啊，我真正唔对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因为我定定听讲，有当时啊人咧讲啦，讲查甫囡仔就一定爱安怎，查某囡仔就一定爱安怎。你敢捌听人安尼讲？我一直爱听那些嘞。查甫请请对啊，是为虾米？咱就白大汉就介意分人仔色啊。啊，还有啥物？查甫的袂使哭。对哦，啊，哥你就爱考诶。对啊，对我最爱考的。他就得考嘛，这观念是安会安尼吼？袂用安尼讲啦，而且你拄则讲到开啦，对你感觉是查甫较厉害，是啊。咱毋是有一个咱毋是有一个亚当选手郭幸顺，哦伊就摕到金牌啊。我知。所以你这个观念唔对。唔对。伫咧即摆的社会啊，还是工课上，你都袂当感觉查某就较弱，大家吼是平等的，啊互相尊重。我头先遐无好的观念，好，过去上古板的性别印象，伊拢甲淡掉，是遐歧视的遐观念拢甲淡掉。嘿嘿嘿。伫遮慎重的甲恁回息咧，歹势，我无应该安尼。